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的朋友感情真好，互相保持联络，约出来开讲兼泡豆兼搭喙鼓，趣味趣味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这个读做搭第4条搭喙鼓这个搭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搭本来是讲拖船的特色，落尾咱讲有回应的意思，像咱讲回答、应答，也有感谢人的温情，咱讲是报答，也有问题解答，咱讲是答案。这答嘛有回礼意思，像咱讲答礼，也有丧家答谢人，古早讲是答纸。这个背音读做答，像咱讲答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不答不切，嘛有人讲是不八不切，意思就是不三不四，啊你不答唔正样。第二个词搭喙鼓，意思就是超过两个人互相讲耍笑，或者是互相一句来一句去咧相济，嘛当讲是一款表演的方式，嘛有人讲是拍喙鼓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甲好朋友咧搭喙讲，见讲拢是讲一寡不答不切的话，不止啊趣味，大家听到到底嘛爱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答，这是背音；另外文音读做答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